The Blue Danube Introduction 藍色的多瑙河嘅簡介。The Blue Danube 呢首由 Johann Strauss II 作於1866年嘅華爾茲舞曲，德文原名呢就叫做 An der schön blauen Donau。1867年2月15日呢就喺維也納嘅 Men's Choral Association 首演。呢首樂曲係19世紀極受歡迎嘅經典藝術歌曲嚟嘅。交響樂版本就係最常表演嘅版本，曾於1867年 Paris World Fair 表演，又同年7月1日呢就喺美國首演。詩人 Joseph Weil 喺音樂完成之後呢，就加上歌詞，就成為合唱版本。歌詞呢充滿維也納嘅情調，所以呢就更成為非官方嘅奧地利國歌。現在介紹作曲家 Johann Strauss II 或者 Johann Strauss Jr.， 佢係奧地利人，出生於1825年，就死於1899年，有73歲。佢一共作咗500幾首嘅華爾茲舞曲 polkas， 其他嘅跳舞音樂同埋幾部輕歌劇。華爾茲舞曲呢更佔咗150幾首。佢係 Johann Strauss I 嘅大仔嚟嘅。佢嘅爸爸呢就唔想佢做音樂家，所以佢首先呢就喺銀行度做文員，但係呢佢私下就偷偷地學小提琴。1844年19歲嘅時候呢，就已經喺一個餐館度做樂隊嘅指揮。1849年24歲嘅時候，佢爸爸就去世，佢嘅樂隊就合併咗佢爸爸嘅樂隊，就去俄羅斯、英國嗰度表演。Johann Strauss II 比佢爸爸出名，除咗去俄羅斯、英國之外呢，佢仲有去波蘭、德國等國家。1870年佢45歲嘅時候呢，更越洋去美國。佢同年即係1870年45歲嘅時候，佢就交出個指揮棒俾佢嘅細佬，等佢自己可以放多啲時間去寫佢出名嘅藍色的多瑙河。The Blue Danube 係每年 Vienna's Annual New Year Concert encore 嘅時候，一定同埋 Radetzky March 兩首曲一齊演奏嘅。1987年，荷蘭籍嘅小提琴家同埋指揮 André Rieu 就組咗一個以 Strauss 嘅名嘅樂團，叫做 Johann Strauss Orchestra。同埋呢，維也納就有2個 Johann Strauss II 嘅博物館。電視台呢出咗好幾部 Strauss 家族嘅電視劇，好似1972年嘅 The Strauss Family， 1991年嘅 The Strauss Dynasty， 1995年嘅 Strauss King of Three-Quarter Time。最出名嘅呢就係1938年嘅 The Great Wars， 就喺1972年翻拍。Walt Disney 就用咗佢嘅歌曲出咗4部電影。Stanley Kubrick 喺1968年嘅電影 A Space Odyssey 就採用咗 The Blue Danube 做背景音樂。2001年 George Lucas 同埋 Steven Spielberg 就翻拍呢部經典嘅電影。羅超微呢就用咗 A Space Odyssey 嚟代入我哋2個嘅 The Blue Danube Virtual Piano 4 Hands。現在請大家欣賞，多謝。